先吃这个好了。太吃了吗？真材实料，里面还都是，太多鱼肉了吧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ndy， 我是 Kyrie。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超好吃海鲜零食，还有即食包。就是我是海鲜控啊，所以我最近发现了这个好东西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。然后就是这个鱼钻石，鱼钻石哦，鱼钻石。我听说它这一罐超好吃的，这个看起来很厉害哦。看起来很厉害。我这一罐多多鱼脆条是我们第一次吃，直接开箱给大家看。这个很适合追剧吃。对，很适合追剧，而且就是快要年底啦，就什么圣诞节或者是过年或是年假聚在一起，然后搭配各种零食一起吃，超适合。然后配酒啊，或是配饮料配茶。而且它这一罐哦，就是听说它是1分钟卖出5罐，1分钟哎，对，他说1分钟，1分钟60秒，很夸张，很夸张，就12秒一罐，对，12秒就一罐哦，直接倒出来。有闻到尾鱼味道吗？都是鱼的味道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而且没有那种腥味。鱼的加工品的零食都会有一个腥味，我知道你说的油味，鱼钻石没有，它打开就是一个海味。哎，这罐超新鲜的那个味道哎，非常香，超香的，我现在已经很饿了。这倒出来之后可以闻到一阵那个鱼味，因为太喜欢吃海鲜，所以我是可以吃得出这个尾鱼就是好不好。应该说你吃那个吧，海鲜的稽查员，就是我的身体会直接反应出来，因为我其实有时候吃到不新鲜的我会过敏，所以我对海鲜的加工品、零食啊什么的都超在意它的使用的用料。鱼钻石这个牌子啊，他们有出鲔鱼肉燥，有辣味原味的，然后还有出就是我最期待的这个多多鱼脆条，对，然后还有清炒辣椒鲔鱼，看起来很厉害，很下饭的感觉，然后可以拿来炒菜。就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用自家捕的，自家捕获，对，黄鳍鲔鱼，黄鳍鲔鱼最厉害的，它可以直接生吃，生鱼片等级的鲔鱼，而且营养价值是非常高，比较高的，因为要吃就是要吃下去营养，无论你是给小孩子吃，给长辈吃。那一般的鲔鱼大部分都是用正煎煎鱼的那种。总之就是它是用好的鱼，总之它就是用一个营养价值最高、最厉害的鱼。零食就要配茶，其实它这个也很适合，就是你如果去买一堆炸物，然后放在一起，然后再搭配啤酒。刚好今天下午茶除了吃这个之外，就还吃了一个有甜有咸，对，有甜有咸，然后混在一起吃。你先吃，你先吃，你先吃小份的。它完全没有腥味哦，它的脆度有点像是虾片那种的脆度，其实算是咬的声音这样。它其实算是，那你听啊。然后，但是它做成长条形的，所以很容易入口。它等于说吃下去，整个海味在嘴巴里扩散的感觉。因为它是做空心的。对，你不会吃下觉得很硬很难吃。长辈也很适合，因为它是很脆的，它不是那种很难咬的。然后小孩子我觉得也很适合，因为以前小时候啊，我妈常会买那种鱼类的那种鱼骨头，营养价值比较高。我那时候吃就觉得很难咬，但是为了它的营养价值很高，那我觉得现在不用，就吃这个就。那真的好。吃3个了。对，我刚刚在讲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吃。它有加一点糖，它在高温烘焙中会有小黑点，就是它糖融在这个上面。而且我刚刚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它热量每份51.1。哦，算低耶。对，因为平常看到这种热量一次都是100起跳，像我们这种整天都在控制热量的女生呢，所以我觉得吃这个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罪恶感，就是每天补充一点营养，然后热量又是比较没有这么高的，我觉得超推。健康零食，对不对？而且还要搭配茶，超好吃。而且这很适合过年呢，放在那个家里有朋友来亲戚来，一下就吃光了。还有一个就是露营的人可以带的。哦，露营的人很适合，喜欢在家里看电影，配这个也超适合。就代替爆米花，从它的色香味、颜色不会让你觉得它油炸的很过头。对，香的话就是一打开就闻到它整罐的那个黄鳍鲔鱼，整个都是那个海的鲜味，烤鱼出来的那种鲜味。好啊，我们等下要煮这个咯。鱼钻石的鲔鱼肉燥，那一般的话，我们吃肉燥的话就只有猪肉的卤肉饭，或者是有些牛燥饭，就是牛肉做的，就基本上你是找不到这种海鲜燥，然后又可以下饭的小资女，或者有时候比较忙碌的家庭主妇、上班族，你下班的时候就想要快点煮，然后又想要就是选择海鲜营养价值比较高的话，可以试看看这款鲔鱼肉燥。这后面这个烹调方式也很简单诶，隔水加热的概念啦，然后微波炉或是电锅就可以了。很期待哦，因为之前吃这个原味就超好吃，最高纪录就是1个礼拜吃了3次。太幸福了，我老公会煮给我吃。像凯瑞煮给我吃，来跟你们介绍一下它的成分。就像辣味的话，里面有鲔鱼、杏鲍菇、红油、葱酥这种，就是我觉得很关键，会让你容易下饭。陈皮啊、八角这些黑胡椒这些成分下去熬煮的。然后原味的话，它有加柴鱼下去熬煮，就比较会有吃出它的那个甜味。然后重点是全家人一起吃，然后它当成是一道菜给大家这样配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到3个人吃。然后它每一份的热量就是437，其实也算是低。平均给2-3个人吃的话，一个人就是100-200大卡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吃给你们看吧。Go。我已经去煮了，那我们就要开吃喽。满满的鲔鱼肉燥，好新鲜哦，完全没有任何腥味。我觉得肉燥原味就非常好吃，然后再加个蛋，或是把这肉燥淋在烫青菜上面也非常方便。很香哎，很香哦，它有带一点甜味，它就天然那个鱼的甜味。对啊，之前的话是2个人吃1包，
糕。我爱吃辣味的，吃小辣的人可以接受。它吃起来有点大红袍那种麻的味道，我比较喜欢偏麻的味道，是因为偏麻吃起来比较不会腻。然后我接下来要开这一罐鱼钻石的清炒辣椒尾鱼，满版的尾鱼清炒尾鱼辣椒拌面，很好吃，而且它是辣油里面有吸附尾鱼的那个油脂，超好吃。我觉得这我爸会超爱，那太夸张了吧 ？SO 酱都没有这么大块，真快。而且我刚刚还就特别去煎了一颗蛋，刚刚好，这样就看起来就超好吃的，超好吃，加蛋超好吃，是很好吃。我们其实推荐吃的，我就会推荐我们真的觉得好吃的，无论是它的清炒辣椒尾鱼，还是它的尾鱼肉燥原味辣味，还有这个超好吃多多鱼脆条。然后刚刚还有拿给我爸吃，他也觉得超好吃。那我们今天的介绍海鲜大餐就到这里啦，超推鱼钻石，而且是台湾的牌子，赞啊赞！那我们这一集的介绍就到这里啦，谢谢你们收看我们的频道，按这些咯，按这些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对，像在被按摩很舒服，你觉得呢？张小明医师，他已经在这边10年了哎。我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会不会痛啊？对，要先去，对，要先做术前的才不会准备，就是要带他去各种保